今仔大家上界瞩目的就是精彩表演。今年是由中华职棒的选手甲马京高中合唱团领唱国歌，有吊挂国旗对空中进场。落尾是由雷虎特技小组唱场圆满收尾。另外，日本的翡翠技术甲美国的彰音乐队是甲咱的建中，阁有空军官校同齐演出，非常精彩。国军联合乐队甲三军仪队总成出场。他们是国军的骄傲与荣耀，更是国家军威壮盛的象征。接下来，在乐队的伴奏之下，国军开始操演，除了带来精彩的枪法表演，更加以非常整齐的动作摆出详实队形。三军仪队将以整齐划一的枪法动作，配合精准走位，呈现双十队形。大会正式20点开始，今年国歌由马京高中学生，阁有中华职棒选手来领唱。这时阵，陆军航特部国旗机队是挂着国旗为空中慢慢通过。主题表演是由空军永鹰高级教练机的空中分列式开始精彩演出，展现空军的精密和高效。接下来由穿着绿色服装的翡翠技术活力登场，因是为东京农业大学第2高等学校吹奏乐部来的，这届用动漫的主曲来替中华民国庆祝。有超过100人编制 UCLA 总上行进乐队，有纯金之声的美名演奏美式卡球歌曲，佮有拉丁风格等热烈的乐曲，来带动现场欢乐的气氛。最后登场是由空军雷虎特技小组飞过观礼台，拖着红白蓝美丽彩烟，在空中画出属于台湾的自由甲骄傲。为这届的国庆大会画下完美的句点。记者林俊梅、曾志成综合报道。